傅作游先生呢，佢都仍然佢70歲以後，那個田產呢要代母轉移，佢都嚟成立咗明知書院，勤耕耘讀嗬，有客家嘅傳統。哦，又係貪藍天氣嗬，最好嘅一件學習。泰山係在拿橋台鐵嘅山下，兩位青春有嘅古蹟明治書院，係由傅作游先生一手來創立嘅。傅作游先生呢，佢本來喺福建用電嘅貢獻，啊，佢當初來台灣家，佢大概停業罷工了以後，就開始來成立個福林洞嘅墾號，來推廣下泰山個形狀嘅鐵器。但是呢，佢開墾以後，佢都仍然佢70歲以後，佢感覺到佢啊那個田產呢要代母轉移，佢都嚟成立咗明治書院。書院係官府以外民間自家成立嘅教育系統，佢當時係一種公益事業。書院係由學田係由地方人士來建築嘅，用學田嘅收益來做辦學嘅經費。在人民歷史來講，學院嘅歷史呢？當時主要的培養地方嘅人認識書，各一方面愛人培養一官方嘅用人嘅人才，全部用學院來培養出來。當時人來開墾以後呢，因為天台咱們東三環北邊天台有錢以後，就想到我們家子弟來讀書，尤其客家人哦勤耕耘讀哦，有客家人嘅傳統，所以佢都想到來設立書院，來鼓勵安尼後代三萬一讀書。來報效國家。今天供奉有如此嘅牌位，如此係宋朝嘅大學問家。從彩被多了福建一帶嘅講學，明治書院嘅建築係東派頭，有地方嘅倆煙橋係一體特色。頭擺單槍係官方建築將做得起兩種嘅煙橋，對兩位時嘅知名明治書院和當時嘅地位。哎呀，安尼嘅傅作游先生嗬，佢當初呢。佢開發呀新莊平原以後呢，來建到呀明治書院1500年，佢咩都建到嘅當時嘅5個嘅實驗室，佢都建一個嘅實驗室，也變咗全台灣嘅4大佛院之一嗬。實驗室嘅建築非常嘅典雅，複雜嘅裝飾無多，除了今天以外，看起來是像係傳統嘅客家面目胸懷。實驗室在改建以後，也同原本改造方式嘅烘爐式建築風格，重新來設做代表客家族群嘅藍色，來恢復到本來嘅一個面貌。還開始嚟考驗嘅係由抗元素來起改描。實驗室係在觀音山嘅山峰，頭擺也按照大使館，主要呢係服侍觀音娘。一出到看後輩地位嘅時間呢，也就係一個傅作游呢，嗬，還有一個當地嘅一個林作鎮呢，嗬，也基於開拓者，也就向前呢，有一個嚟建前建梯呢，有一件太師天呢，撞到行下派頭，行下太建。傅作游先生除了建書院奇妙之外，佢對台北平陽嘅開發也十分嘅有貢獻，是得講係客家移民在台北落地生根嘅大事。佢都這樣時睇新莊嘅開發嘅歷史嚟講，佢帶定一個遠天嘅客家鄉親，一個自家嘅親戚朋友啊嘅嗬，來到一邊開墾以後呢，變成係新莊平原當中嘅大批注。佢這樣時開發出來嘅一個水田呢，根據一個歷史嘅記載，有2000人甲案發嘅一個地方。明治書院目前已經首長完事，重新開放咧。乾隆年間起嘅明治書院，係喺北台灣最高級嘅、最大嘅、最重要嘅一件學校，連官方派呢都係無從嘅按重要。